各位鄉親，而家天氣熱，榕樹頭底下最啱納涼。你哋有冇帶扇？冇帶都唔緊要，聽故仔聽得入神，自然就心靜自然涼。今日同大家講一段舊事，呢件事發生喺邊一度呢？就喺我哋廣東呢邊，幾條媽住嘅村莊附近，嗰度有7條村，圍住一個已經荒廢咗好多年嘅墟市嚟住。講起嗰個墟市，老一輩嘅人就話，舊時都好旺㗎，不過後嚟無端端就散咗，剩低一個爛祠堂，棟喺嗰度，瓦面穿晒窿，冇人敢埋去。嗰幾條村嘅人，大多都係耕田嘅，幾條村加埋，養嘅牛都唔少。鄉下地方，牛就係農家嘅半條命。你話係唔係啊？但係呢，唔知由幾時開始，就出咗一件怪事，搞到成個地方都人心惶惶。乜嘢事呢？就係啲牛，無緣無故咁死一隻就話可能係食錯嘢，或者老咗，但係接二連三咁死，就真係驚動晒成條村嘅人。有人話係瘟疫，有人話係有人落毒，但係獸醫站嘅人嚟驗過，又揾唔到原因。當中有一戶人家得一個後生仔，人人都叫佢做阿強，佢專門幫人睇牛，好本事㗎，啲牛乸生仔揾佢，就連最惡嗰隻水牛牯都肯聽佢話。佢就住喺村口一間青磚屋，間屋後面有個魚塘，魚塘再過少少，就係嗰個廢祠堂。阿強份人老老實實，唔多出聲，平時幫人醫牛，收人一封利是或者幾斤豬肉就已經好滿足。佢係一個最普通不過嘅鄉下仔，點都諗唔到自己會同嗰間荒廢嘅祠堂扯上點樣嘅關係。最初係上涌村陳伯嗰隻大閹牛出事。陳伯話，嗰晚佢瞓到半夜，隱約聽到牛欄嗰邊傳嚟一啲聲，唔係普通嘅牛叫聲，而係好似有啲硬物喺度輕輕敲個門框，一下一下，好有節奏，落咁聲。陳伯以為有賊，開着電筒照過去，淨係見到隻牛企喺度，好似冇嘢。但第二朝起身，隻牛已經硬晒，攤喺地下，四蹄朝天，眼珠反白，嘴角流出一啲青綠色嘅涎沫，睇見都心寒。最奇怪嘅係，牛嘅心口位置出現咗一個銅錢咁大嘅淤黑，好似俾人用指尖篤過咁。陳伯喊到收唔到聲，話隻牛養咗幾年，好乖㗎，但佢點喊都好，隻牛都係救唔返。當時大家都以為係單獨事件，邊個估到呢個只係開端。隔離石橋村，第3日又死一隻，情況一模一樣。跟住大墩村、南邊村、西岸村，好似瘟疫咁散開。7日之內，7條村各死一隻牛，死法完全係一個餅印咁，無一幸免。成個鄉下啲人開始心慌慌，議論紛紛。有人話呢個係一個兇兆，有人話係嗰間廢祠堂嘅嘢又出嚟作怪啦。大家將目光放咗喺村口嗰個後生仔阿強身上。點解？因為佢係專門醫牛嘅，但係今次啲牛死得咁離奇，連佢都束手無策。阿強自己都覺得唔對路，佢行過魚塘邊，望住嗰間陰陰沉沉嘅祠堂，心入面總係有種講唔出嘅唔自在。有時夜晚，佢會聽到魚塘入面有水花聲，但係望出去，又乜都睇唔到。
淨係覺得陣風涼過平時。佢阿爺走咗好多年，留低咗一間屋同一啲舊物俾佢。阿強記得好耐好耐之前，阿爺成日同佢講，話佢哋呢條村嘅歷史，話嗰個墟市以前好熱鬧，話嗰間祠堂以前好靈驗。但阿爺講呢啲嘢嘅時候，個樣總係有啲陰沉，又成日叫佢夜晚唔好去魚塘邊玩，更加唔好行近間祠堂。阿強細個唔明，大個咗又冇再諗起，但係今次呢件事令佢無端端諗返起阿爺嘅說話，仲有阿爺臨終前交俾佢一個用紅布包住嘅物件，叫佢好好收埋，千祈唔好打開。阿強一直將佢載喺床底嘅木箱入面，幾乎唔記得。而家呢個時候，佢開始覺得嗰個紅布包可能同呢排啲牛接連死有好大嘅關係。到底嗰個紅布包入面係啲乜嘢呢？阿強個阿爺又隱瞞咗啲乜嘢秘密？嗰間廢祠堂入面又住咗啲乜嘢？7條村嘅牛點解會一隻接一隻咁死？呢一切嘅答案似乎都指向嗰個月黑風高嘅夜晚，指向阿強膽粗粗行入去嗰間荒廢嘅祠堂之後所見到嘅嗰一幕極度詭異嘅場面。各位聽故唔好駁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我慢慢同你哋講落去。阿強嗰晚瞓得唔好，合埋眼就見到祠堂門口嗰兩扇爛木門，中間條罅黑紋紋，似有人喺入面望出嚟。佢翻身起身，飲杯凍茶，坐喺床沿望住窗外月色，月光照落魚塘，水面一層銀白，平靜到有啲假。第二日天光，阿強冇去幫人睇牛，佢關埋門，將床底木箱成個拖出嚟。木箱入面雜物好多，有舊衫，有爛農具，有幾本佢後生時睇嘅武俠小說。角落頭有個紅布包，布面已經褪色，邊角有啲霉。阿強拎起個布包，輕飄飄，入面似係一塊硬物，唔大，四四方方，似塊瓦仔。佢坐喺地下，擘開紅布，入面真係一塊靈牌，黑漆金字，寫住顯考陳公偉士榮之靈位。陳士榮就係阿強阿爺個名。靈牌正面乾乾淨淨，側面有啲裂紋，但字跡清楚。阿強將塊牌反轉，牌背有一層薄薄嘅紗，顏色暗碼，但隱約見到有字，認頭小街，密密麻麻。阿強將牌攞近窗邊，就住日光，眯埋眼辨認，字跡潦草，似係好急嘅情況下寫嘅，寫嘅人筆力好重，有幾筆甚至劃穿咗漆面。阿強逐粒字睇，心入面跟着默念：三翁索牛，實索人云，以牛待命。謹言一時，吾陳氏代掌牌位，數年獻牛，若牛盡，則牌反辭。魂歸地。阿強讀完，成個人定咗喺度。佢唔係好明三翁係乜，但佢認得數年兩個字，今年就係數年。佢早排聽村入面啲人講過，而獻牛，阿強心入面嘅線索一嘢駁通晒。7條村死嗰7隻牛，就係獻牛，邊個獻？獻俾邊個？佢再睇多次牌背嗰句，吾陳氏代掌牌位，即係話佢阿爺，甚至佢太爺，一直負責保管呢塊靈牌，每逢數年就要獻牛。但點解阿爺從來冇同佢講過？佢記得細個時，每年有段時間阿爺都會消失半日，
返嚟時鞋底有黃泥，褲腳濕到上膝頭。阿媽問佢去邊，佢次次都話去河邊釣魚，但阿強從來唔見佢帶魚返嚟，亦唔見佢有魚竿。阿強將塊靈牌擺喺台面，坐低諗。佢老豆死得早，阿強對老豆冇乜印象，得幾張發黃嘅相片。如果代獎牌位係一代傳一代，咁老豆死咗，個責任就落咗阿爺度，再由阿爺傳俾佢。但阿爺點解唔直接同佢講，而要用寫嘅方式？可能因為阿爺都覺得呢件事太邪，唔想後生仔孭上身，又可能阿爺覺得自己可以搞掂，唔使下一代插手。但無論點，阿爺走咗之後，呢個獻牛嘅事就斷咗。今年鼠年，冇人獻牛，所以三翁就自己嚟收。收嘅方法就係令7條村嘅牛接連死。阿強摸住塊靈牌，木質涼浸浸，似有陣寒氣由牌面滲出。佢將牌反轉再睇，沙字跡最尾有2個字寫得特別細，似係後來補上去嘅牌反詞，即係話要將呢塊靈牌放返入祠堂，先可以完結件事。但邊個祠堂？阿強諗起魚塘邊嗰間廢祠堂，就係以前合興墟嘅三翁祠。佢聽過九叔公講，嗰間祠堂以前供嘅唔係普通神明，係3個冇頭嘅先賢。阿強細個時覺得九叔公講古誇張，但而家睇到靈牌上嘅血字，佢開始信。佢將靈牌用紅布重新包好，塞入3袋。佢決定今晚就去祠堂。佢唔知入面有乜等緊佢，但佢知道如果唔去，聽日可能又會有牛死，或者佢唔敢諗落去，死嘅可能唔止牛。日頭漫長，阿強喺屋企坐立不安。佢執咗個電筒，又揾咗支鐵通旁身。臨近黃昏時食咗2碗白粥，食完就企喺門口等天黑。日落時分，魚塘水面影住橙紅色嘅霞光，靚到有啲唔真實。但阿強見到水面中心有個圓形嘅漣漪慢慢散開，似有嘢由水底浮上嚟，又沉返落去。佢擰轉面，當睇唔到，終於入黑。今晚月光唔算光，有雲，一陣一陣遮住月亮，令地面嘅光影變得好唔穩定。阿強着住對水鞋，由屋企出發，行過魚塘邊嘅小路，路兩旁嘅草好高，掃到佢褲腳，發出沙沙聲，有蟲叫，但叫到一半突然停晒，成個曠野靜晒，淨得阿強自己嘅腳步聲。祠堂嘅輪廓喺夜色中浮現，比起日頭望落更破敗，更壓迫。大門得返半扇，另外半扇倒咗喺地，門楣上嘅石匾俾泥塵封咗大半，淨係隱約見到最尾一個祠字。阿強喺門口企咗一陣，深呼吸，然後側身由門罅攝入去。入面好黑，電筒光一掃，照到一地碎瓦、爛木、灰塵，仲有幾堆蝙蝠糞。堂中央空曠，有3把酸枝椅擺成一個弧形，對住一張八仙台，台面有啲嘢。阿強將電筒光集中，見到台面鋪滿麻雀牌，整整齊齊，似有人啱啱打完，未收牌。但呢度荒廢咗咁多年，邊個會喺度打牌？阿強忍住心跳，行近張台，麻雀牌係舊式嘅，竹骨面，字跡磨到有啲模糊，但牌面乾乾淨淨，冇塵。佢手震震，
拎起一隻牌睇，係冬，牌面量過正常溫度，似由雪櫃拎出嚟。佢放低牌，諗起靈牌背面嘅牌反詞，佢蹲低身，電筒照向台底，台底有個凹槽，四四方方，大小啱啱好放得落一塊靈牌，凹槽邊緣有一層深褐色嘅跡，似血，又似舊嘅沙。亞強由衫袋攞出紅布包，打開，將靈牌恭恭敬敬放入凹槽。靈牌一入槽，成間祠堂嘅溫度就降，亞強呼出嘅氣變成白霧。明明係夏天，佢想退後，但對腳好似黐住地磚，喐唔到。佢聽到聲落落落由佢身後傳來，有節奏，似骨頭敲木。電筒由佢手中跌落地，光柱打向天花板，照到穿窿嘅瓦頂。亞強用盡力扭轉頸，眼角掃到3把酸枝椅，椅上坐住3個着長衫嘅人形，佢哋冇頭，頸上斷口齊齊整整，露出白骨。佢哋嘅手伸到台面，開始執牌。閹牌嘅動作好熟練，似打咗幾十年牌。中間嗰個無頭翁，手指黏住一隻牌，將牌反轉，牌面向着亞強，係白板，但白板中間用沙畫咗一個圈，圈入面寫咗一個字。亞強迷眼睇，個字係陳。亞強心入面一寒，佢想嗌，但喉嚨發唔出聲。佢見到台底嗰塊靈牌，牌面嘅黑漆開始滲出紅色液體，似汗珠由木頭入面逼出嚟。紅色液體沿住牌面流落凹槽，聚成一行字，字跡同牌背嘅一模一樣，但內容唔同。亞強逐個字認，越認越驚，越認越凍。陳氏代獻7牛，今數足，牌歸位，為3翁點算？牛屍心口乳刻緊6，欠一者，以陳氏子孫血脈補之。亞強突然諗起李婆隻黃牛死嗰日，佢用手掂過牛屍心口嗰撻乳刻，嗰陣麻痹由指尖上到腦，佢嘅手指掂過個印，而其他6隻死牛，佢只係遠遠望過，冇掂過。佢終於明，3翁數嘅從來唔係牛，牛只係容器，裝住印，邊個掂過個印，邊個就算數。7隻牛，7個印，但第7個印俾佢掂咗。3翁要嘅由牛魂變成咗亞強條命。亞強低頭望自己心口，三面冇嘢，但佢感覺到心口入面有陣酸味，由中心向四周擴散，似有隻手由內向外揸住佢嘅心。佢退後一步，呢次對腳鬆得返，佢連爬帶滾，衝出祠堂大門，跑到魚塘邊，佢先敢停低，彎腰喘大氣。月光由雲隙照落塘面，佢見到水面倒影嘅自己，心口冇乳刻，但佢頸上多咗一條紅線，一條幼幼嘅紅線，繞頸一圈，似有人用指甲輕輕劃過。亞強伸手摸自己條頸，乜都摸唔到，皮膚光滑，冇痕冇跡，但水面嘅倒影清清楚楚，條紅線就喺嗰度，似一條等緊收緊嘅繩。佢企喺塘邊，望住倒影，倒影入面嘅佢冇咗個頭。亞強企喺魚塘邊，成個人凍到好似浸咗落冰水。佢望住水面自己個倒影，個頭冇咗，頸上一條紅線住，似個斷口。佢眨眨眼，倒影嘅頭又反嚟，但條紅線仲喺度，淡過之前少少，似水痕。佢退後2步，行開魚塘邊，
一路行一路摸自己條頸，乜都冇，但手心有汗，濕凍。佢返到屋企，天已經蒙光。佢閂好門，拉埋窗簾，將自己裹入張被度，但點都瞓唔着。一合埋眼就見到嗰3把酸枝椅，以上3個冇頭嘅人影。佢哋打牌嘅動作，佢哋指尖黏牌嘅姿勢，好慢，好靜，靜到似一幅畫。佢睜大眼，望住天花板，諗起靈牌上啲血字，諗起九叔公講過嘅三翁，諗起阿爺每年都話去釣魚。佢由被窩爬起身，抄床底個木箱，木箱入面仲有啲舊物。佢之前冇仔細睇，佢將所有衫褲雜物搬出嚟，箱底有層木板，佢用手敲，空空洞洞。佢用螺絲批撬開夾板，入面有個油紙包，拆開，係一本簿，簿皮發霉，內頁用毛筆寫字。阿強將簿攞到窗邊，揭開第一頁，字跡佢認得，係阿爺嘅手筆。佢細個時見過阿爺寫信，第一頁寫：光緒24年戌，獻牛一頭於祠前，三翁受之，川安。跟住幾頁都係類似嘅記錄。宣統2年戌，獻牛一頭，壽。民國10年戌，獻牛一頭，壽。但到民國10年嗰頁之後，隔咗幾頁空白，然後字跡突然變得好潦草。是年獻牛，三翁不受，牛屍心口無印。翌日村中陳大興暴斃，心口現印。始知三翁已不納畜生，雖以人待。阿強心臟跳快咗。陳大興呢個名佢聽過，係佢太爺嗰輩嘅人，但唔係佢親太爺，係同族嘅一個遠房叔公。聽講後生時無端端死咗，死因不明。簿入面繼續寫：陳大興乃外姓，暫居合興墟，非吳族，三翁取之，吳族得免。然此非長策，須另尋替身之法。阿強揭多幾頁，見到阿爺記錄咗佢四出訪尋道士嘅經過。佢去過羅浮山，去過西樵山，去過肇慶，揾過好多個師傅，最後喺潮州揾到一個識代命牌嘅老道士。嗰個道士教佢用靈牌代命，將陳氏子孫嘅名寫喺牌背，獻於祠中。三翁點數時只數牌上名，不數活人，但個方法只能用一次，而且每逢數年要由子孫親手捧牌入祠。簿最後幾頁係阿爺晚年寫嘅，字跡開始抖動，有啲字寫到歪埋。吾年事高，恐不能待至下一個數年。強兒尚幼，未知此事。若吾去後，強兒未能捧牌入祠，則三翁必索其魂。今將此法記於簿中，望強兒他日得見，依計而行。然後有段寫得特別細，此係補充，令三翁非神非鬼，乃地縛之靈，其力源自祠基。若能毀祠基，則三翁自散。為祠基有鐵釘9枚，釘入地中3尺，釘頭刻三翁名，拔釘則祠基毀。但拔釘之人，須以自身一滴血塗於釘頭，方可鬆動。9釘拔盡，三翁永滅。然每拔一釘，拔者節壽1年。9釘9年。阿強合埋簿，望出窗外，日頭已經升高，陽光照落魚塘，水面閃閃生光，一片平靜。但阿強知道，平靜嘅水面下，有佢自己冇咗頭嘅倒影。佢將簿擺埋一邊，坐喺床頭，諗兩個選擇：一係捧牌入祠，
但靈牌已經放咗入台底凹槽，仲引嚟三翁現身，點算待命，根本冇待到。三翁數到佢掂過隻牛，要嘅係佢條命，而係拔釘，但接受9年，而且唔知成唔成功。亞耶寶入面寫毀辭機則三翁自散，如果拔晒9釘，三翁就永遠消失，7條村就唔使再獻牛，佢自己都得救。但接受9年，亞強36， 9年之後就係45，如果成功，佢仲有20幾年命，如果唔拔，今晚三翁可能又會嚟搵佢。尋晚佢見到嗰3個無頭翁，佢哋將粒東塞入佢手心嗰陣，仲冰涼到入心嘅感覺，佢一世都記得。今晚如果再見到，賽嘅可能唔止係麻雀。亞強收好本簿，將靈牌嘅紅布包都擺返入木箱，然後由屋角揾出一支鐵鉸同一把鋤頭，佢換過對水鞋，鎖好門，行去祠堂。日頭嘅祠堂同夜晚好唔同，穿窿嘅瓦頂有光柱射落嚟，照到一地灰塵同碎瓦，空氣入面浮住細細嘅塵粒，似金色嘅霧。3把酸枝椅空蕩蕩，椅面鋪滿塵，台面副麻雀排亂晒，有幾隻跌咗落地。亞強行去台邊，蹲低身，望台底個凹槽，靈牌仲喺度，但牌面啲血漬已經乾咗，變啡黑色，似舊傷疤。佢由袋入面攞出幾支香，喺祠堂門檻位點着，插喺泥地。佢唔知拜邊個，但覺得禮數做足，心安少少。然後佢攞起鋤頭，喺正堂中央位置開始鑿地，地磚好硬，舊時嘅磚燒得實。亞強鋤咗10幾下先爆開一塊，磚下面係一層三合土，灰白色，硬過石。佢鋤到成身汗，手掌起泡，終於鑿穿三合土，見到下面嘅黑泥，再挖多半尺，鋤頭撞到金屬，發出叮一聲，第一枚釘。亞強撥開泥，見到釘頭生滿鏽，但鏽跡入面隱約有字，黑得淺但清楚，大字大翁。佢攞出準備好嘅針，拮穿左手食指指尖，擠一滴血，滴落釘頭，血珠一沾鐵鏽，釘身微微震咗一下。亞強用鐵鉸夾住釘頭，用力一撬，釘鬆，拔出一股黑氣由釘孔湧出，臭過腐爛嘅菜頭。亞強掩鼻退後，黑氣升到半空，散開，消失。祠堂入面嘅光線好似暗咗少少，明明日光仲照住，但色水變咗，偏黃，似黃昏嘅光。亞強抹汗，繼續挖。第2枚，黑2字，第3枚，黑3字。3枚之後，已經過咗成個上午。亞強成個人濕晒，雙手起晒水泡，手掌有血絲。佢坐喺門檻食饅頭，飲水，望住堂入面3把空椅，椅面嘅塵比佢嘅腳步揚起，又再沉積，但座位嗰度好似有2個淺淺嘅凹痕，似有人長年累月坐過。佢無端端諗起亞耶寶入面寫嗰句：三翁非神非鬼，乃地縛之靈。地縛即係佢哋離唔開呢間祠堂，離唔開呢塊地。佢哋嘅力源自祠基，只要毀咗地基，佢哋就散。但問題係，佢哋會唔會任由亞強毀地基？亞強繼續挖，第4枚、第5枚、第6枚，越挖越深，越挖越入。去到第7枚嗰陣，佢發覺釘嘅位置偏咗。唔喺圓圈上，而係喺圓圈中央。佢挖開泥，
見到呢枚釘比其餘8枚都粗，釘頭刻嘅字唔係數字，而係一個符號，似字又似畫，彎彎曲曲，似3條纏埋一齊嘅蛇。亞強猶豫，簿入面寫9釘拔盡，但冇講過中央仲有1枚。佢諗咗一陣，最後都係滴血，鐵叫一叫，呢枚釘特別實，似3根咗喺地底，叫極都唔喐。亞強用盡全身力，腳蹬住台腳，腰馬合一，大喝一聲，釘鬆，拔出，釘一出，成間祠堂震咗一下，瓦頂有碎瓦跌落，八仙台上啲麻雀牌全部反轉，牌面變晒白板，3把酸枝椅同時向後移咗3寸，發出吱一聲，似有人坐喺上面向後挨。亞強心跳加速，但佢唔敢停。第8枚、第9枚，最後1枚喺圈嘅最外圍，釘頭刻嘅字同第3枚一樣係3，但字跡唔同。呢個3字歪歪斜斜，似用指甲畫出嚟，畫得好深，鐵面有坑。亞強滴血，拔釘，最後1枚釘離地嘅一刻，祠堂入面所有聲都靜晒，風聲、蟲聲，甚至亞強自己嘅心跳聲都好似消失咗。佢企喺嗰度，只聽到自己耳邊嘅嗡鳴，然後3把酸枝椅一齊轉向佢，椅上冇人，但椅面向佢呢邊傾斜，似有人挨前。八仙台上反轉嘅白板牌，一塊一塊自己翻反正，但翻正之後，牌面嘅圖案變咗，唔係麻雀，而係3個圓圈，圈入面各有1個字，大2、3。亞強見到台底個暗格打開，靈牌浮起，牌上啲血字重新變鮮紅，字跡扭曲，寫出最後一句。釘盡，辭機位，3翁散，言散前須索1命以上9釘之恨，命者，拔釘之人。亞強心口嗰陣酸痹突然劇痛，似有隻手由內向外揸住佢心臟，越揸越緊。佢跪低，雙手撐地，額頭滴汗。佢見到自己嘅影，日光由瓦頂射落嚟。佢個影冇咗個頭，頸上條紅線終於實體化，佢摸到，似一條幼繩箍住喉嚨，越收越緊，佢透唔到氣，眼前開始發黑，就喺佢就嚟失去知覺嗰刻，祠堂門口有腳步聲，有人跑入嚟，矮細嘅身影，拐杖篤地，嗒嗒聲，亞強勉力抬頭。見到九叔公着住件舊唐裝，快步行到佢面前，由衫袋摸出一張黃紙，紙上畫滿紅色嘅符。佢將黃紙啪一聲貼喺亞強額頭，冰涼，額頭一陣冰涼，似有人用濕布敷住，頸上條紅線鬆咗少少。亞強吸到氣，大力嗨到飆眼水，佢攤喺地。大口唞氣，心口嘅痛慢慢退，變成一種頓頓嘅酸。九叔公蹲喺佢身邊，拐杖放埋一邊，用手拍佢背。後生，你拔晒9釘。亞強點頭，氣都未唞順。九叔公望住祠堂周圍，3把椅已經恢復原狀，台上啲牌變反普通麻雀。亂糟糟攤喺台面，佢嘆口氣，你亞爺當年都揾到個方法，就係用靈牌待命，但佢唔知，待命之法只能用一次。你老豆死得早，冇用到你用嗰陣，其實已經過咗期。3翁等咗咁多年，就係等你忍唔住拔釘。亞強啞聲問，你點知？九叔公，我係合興墟最後一個墟長嘅孫，3翁祠嘅事，
我哋李家代代口傳。你阿爺當年嚟問過我阿爺，我阿爺教佢靈牌之法，但冇話佢知個方法只保一代。你阿爺以為可以代代相傳，其實三翁只係等緊你親手拔掟，等緊你自己送上門。阿強慢慢坐起身，揭起衫，心口個乳黑已經淡到幾乎睇唔到，似墨跡倒流，縮返入肉。佢摸自己條頸，條紅線仲喺度，但變成一條淺淺嘅白痕，似戴頸鏈戴耐咗留低嘅印。九叔公扶佢起身，你折咗9年壽，但保返條命。三翁散咗，以後7條村唔使再獻牛，但你要記住，呢度曾經有過三翁祠，曾經有過合興墟，將來如果呢度起樓，挖地基，挖到舊鐵釘，唔好手多去拔，你手上嘅血已經同釘上嘅名駁埋一齊，再拔就唔止接受咁簡單。阿強望住地面9個釘孔，孔入面嘅黑泥慢慢滲出清水，水越滲越多，浸過地磚，向門檻流。九叔公拉住佢走，祠堂要浸。佢哋退出祠堂，企喺魚塘邊，回頭一望，祠堂地面已經積咗一層水，水光影住日光，瓦頂嘅破洞照落水面，閃閃生光，一切平靜，乜都睇唔到。但阿強知，水面下再冇冇頭嘅倒影。佢摸住自己條頸條白痕，心入面有句說話冇講出口。三翁散咗，但佢手上嘅血已經同嗰9枚釘融埋一齊。佢呢世人都離唔開呢個地方。九叔公走咗之後，祠堂嘅水浸咗3日先退。第3日黃昏，阿強行過去睇，地磚上面鋪咗層薄薄嘅黃泥，乾咗之後龜裂成一片片，似舊嘅地圖。9個釘孔已經被泥封平，揾唔返位置。3把酸枝椅仲喺度，但其中一張嘅椅腳斷咗，斜埋一邊，似有個人挨住佢，挨到散晒。八仙台表面嘅麻雀牌唔見晒，可能俾水沖走，又可能俾人執走。阿強冇追究，佢行出祠堂門口，企喺魚塘邊，塘水比之前清咗，望得見水底嘅水草同魷魚。佢彎腰照自己個倒影，頸上條白痕淡到若隱若現，心口冇乳黑，樣貌同以前一樣，只係眼土黑咗，似老咗幾年。九叔公話折壽9年，但阿強覺得自己折嘅唔止9年，有啲嘢喺嗰晚一齊冇咗。佢講唔出係乜，只係覺得心入面空咗一忽，似個魚塘，表面平靜，底下有層泥，泥下面有嘢沉住。日子照樣過，7條村嘅牛再冇離奇死，村民漸漸忘記嗰排嘅驚慌，又回復耕田養牛嘅日常。阿強繼續幫人醫牛，但佢少咗講笑，以前會同牛主飲2杯，而家醫完就走，話屋企有事，人哋問佢有咩事，佢就擰頭話冇事。李婆隻新牛買咗返嚟之後，成日唔肯食草，瘦到見骨。阿強去睇，摸下牛肚，聽下牛吠，話只係水土不服，過一排就慣。但佢臨走時望住隻牛嘅眼，見到牛眼入面有佢自己嘅倒影，倒影入面嘅佢，頸上條白痕特別明顯，似條白色嘅蟲，住喉嚨。佢縮返隻手，快步走。有一日，佢喺村口榕樹頭遇到幾個老伯沖茶，其中一個叫坤叔，以前喺合興墟做過賣魚嘅。
佢見亞強行過，叫住佢，亞強，你阿爺以前成日嚟我呢度買魚，你有冇印象？亞強停低，搖頭，佢阿爺死嗰陣佢先10幾歲，唔記得咁多。坤叔沖咗杯茶俾佢，你阿爺買魚好得意，每次都買一條，唔要魚頭，叫魚販斬咗個頭先俾佢。我以為佢唔中意食魚頭，後來有一次我問佢，佢話唔係佢食嘅，係送俾人。我問送俾邊個，佢就笑，話送俾3個老朋友。亞強心口一震緊，佢問佢有冇講邊3個？坤叔擰頭，冇，佢個人好密實，唔多出聲，但佢每次買完魚，都係行去祠堂嗰邊，嗰陣祠堂仲未塌晒，佢會入去一陣，出嚟時魚就唔見咗。亞強冇出聲，飲完杯茶，多謝坤叔。返屋企嗰晚佢瞓唔着，起身開燈，由木箱底抄返本簿出嚟，再睇多次。佢之前淨係留意獻牛同拔釘嗰幾頁，但簿仲有後面幾頁，佢冇仔細睇。呢次佢揭到最後，見到亞爺寫咗幾段類似日記嘅文字，日期係佢死前半個月。今日又去祠堂，將魚放喺台面，上香。三翁未現身，但牌位前嘅香燒得特別快，半柱香就燒完。我知佢哋仲喺度，只係唔肯見我。佢哋等緊強兒，等強兒接呢個擔。我唔想，但冇辦法。或者我應該喺死前將所有嘢講俾強兒知，但講咗又點？佢後生，承受唔到。尋晚發夢，夢到3個無頭嘅人企喺我床頭，中間嗰個伸手摸我額頭，佢隻手好凍，似糖水。佢冇講嘢，但我明佢意思。佢話等唔到落去。我醒咗，成身汗，天未光就行去祠堂上香。我跪喺度求佢哋，求佢哋放過強兒，求佢哋要命就要我嘅。我反正就快死，但祠堂入面靜過水，冇回應。今日去搵九叔公，問佢有冇其他方法。九叔公話，唯一嘅方法就係搵到三翁個頭。當年大水沖走祠堂，三翁嘅金身跌咗落河，個頭碌咗入水。如果搵得返個頭，將頭同鐵釘一齊消化，三翁嘅地縛就解。但條河咁大，沖咗咁多年，個頭可能早就爛咗、散咗，沖到出海。九叔公叫我唔好諗。亞強睇到呢度，將簿合埋，佢望住窗外嘅魚塘，月光照落水面，靜到冇一絲漣漪。佢突然諗起，亞爺簿入面寫嘅條河，應該係紙盒興墟舊時隔籬嗰條西江支流，而家已經改道，得返條窄窄嘅涌，涌邊生滿水葫蘆，冇乜人行，但涌嘅位置就喺祠堂後面，穿過竹林行半個鐘就到。亞強第二日朝早，帶住一支竹篙同一把鋤頭，行去祠堂後面嘅竹林。竹林入面陰涼，日光西落嚟變成一塊塊光斑，地上面鋪滿枯竹葉，行上去軟綿綿，冇聲。佢穿過竹林，到咗條涌邊，涌好窄，闊得3、4尺，水色黃濁，水面浮住一層青苔同水葫蘆，涌底有泥，泥下面可能有舊石、舊磚、舊瓦。亞強用竹篙探水深，最深嘅地方到大髀，唔算深。佢除鞋捲褲腳，落水，水涼，涼到有啲刺骨。明明係夏天，
沖底嘅泥軟腍腍，一踩就陷落去，腳趾夾到碎瓦片同爛石。亞強用竹篙一路撥開水葫蘆同青苔，慢慢向前行。佢唔知要揾乜，可能乜都揾唔到，但佢諗起亞爺簿入面寫嗰句，或者我應該喺死前將所有嘢講俾強兒知。佢覺得亞爺冇講出口嘅嘢，可能就喺呢條涌入面。行到涌中間，佢腳板踩到一件硬物，圓嘅、滑嘅，似個又似個波。佢彎腰，伸手落水底，手指摸到個圓形嘅物件，表面有泥，但下面係硬嘅，似石又似木。佢用力抄，將件嘢由泥度抄起，拎出水面，係一個頭，一個石雕嘅頭，同真人頭差唔多大細，五官模糊，俾水浸到蝕晒，但隱約見到眉、眼、鼻、口嘅輪廓。額頭上有3道黑痕，似字又似花紋，同祠堂入面嗰枚中央鐵釘上面嘅符號一模一樣。亞強拎住個頭，企喺涌中間，成個人凍到打冷戰。佢望住個石雕頭，心入面諗：三翁有3個頭，呢個係邊個？大翁、二翁定三翁？淨係得一個，另外2個呢？佢再將手伸落水，喺周圍摸到爛瓦、碎磚、爛木，但再冇第2個頭。佢喺涌入面行匀成段，竹篙篤晒每一個角落，都揾唔到其餘2個。佢上返岸，坐喺涌邊，將個石雕頭擺喺面前，望住佢，額頭上3道黑痕，似舊時嘅記認，又似皺紋。亞強諗起九叔公臨走前講過一句：三翁個頭沉咗落河，但從來冇人撈到，即係話佢係幾十年嚟第一個撈到嘅人，但淨係一個唔夠。佢將個頭用衫包好，帶返屋企，擺喺台面。佢望住個頭，望到黃昏，望到天黑，月光由窗口照入嚟，照到石雕頭嘅額頭，嗰3道黑痕喺月光下，似乎變深咗，似3條黑色嘅蟲蠕動緊。亞強伸手摸額頭，指尖掂到3道黑痕，涼滑，似摸到舊時嘅傷口。佢縮手，退後一步，佢見到台面個石雕頭嘅眼窩，隱約有啲水光，似有眼淚由石頭入面滲出嚟。佢將塊布冚返上去，行出廳，企喺門口唞氣。魚塘水面平靜，但呢次亞強見到水底有2個光點，似2粒黃豆，浮喺水中間，望住佢。佢眨眨眼，光點消失，得返月光照落水面嘅銀白。佢摸住自己條頸條白痕，心入面有個念頭：三翁有3個頭，佢揾到1個，另外2個可能唔喺涌入面，可能喺其他嘅地方，可能喺祠堂嘅地底，可能喺魚塘嘅底，又或者一直喺佢身邊。亞強將個石雕頭收喺床底，用舊衫裹實，又喺上面壓反個木箱。佢唔想再望住個頭，尤其係嗰對眼窩，明明係石頭雕嘅，但望耐咗總覺得入面有嘢。佢瞓覺時將窗簾拉密，被冚過頭，但半夜醒咗幾次，每次醒都聽到床底有細細嘅聲，似水滴滴落木頭，滴滴滴。佢起身望過，床底地下乾爽，冇水漬，但個聲仲喺度，直到天光先停。日頭亞強出咗去幫大墩村嘅一戶人醫牛，隻牛股前日跌親，後腳跛咗，行路一拐一拐。亞強幫佢敷草藥，
紮繃帶，望咗成個上晝。牛主留佢食飯，佢推咗，話屋企有嘢做。行返屋企途中，佢經過石橋村口，見到幾個細路仔喺度玩，其中一個掟石仔落涌，啲水花濺起，陽光折射出彩虹。亞強停低望咗一陣，突然諗起條涌舊時叫乜名，佢行去榕樹頭，坤叔仲喺度沖茶。亞強坐低問坤叔，合興墟隔籬條涌叫咩名？坤叔諗咗陣，冇名㗎，舊時叫牛涌，因為附近啲牛成日去嗰度飲水，後來改咗道，水少咗，就冇人叫。你做乜問？亞強冇答，飲咗杯茶就走。佢一路行一路諗，牛涌，牛，三翁要牛，條涌叫牛涌，個頭沉咗喺牛涌。呢啲嘢之間有冇關聯？佢諗起亞爺簿入面寫，三翁嘅金身跌咗落河，但條涌咁窄，點會係河？除非以前條涌好闊，可以行船。佢問坤叔，坤叔話舊時係闊㗎，可以行舢板，後來雨塞咗先變到而家咁窄。你亞爺嗰個年代，涌面有成丈幾闊。亞強返到屋企，由木箱底抄返本簿，揭到中間一頁，見到亞爺畫咗幅簡圖，圖畫得好求其，但大概睇得出係合興墟嘅佈局。墟市喺中間，祠堂喺墟市西邊，涌喺祠堂後面。涌邊有一排樹，圖入面涌嘅闊度畫得同祠堂差唔多大，即係舊時真係好闊。但亞強留意到圖入面有個細節，佢之前冇為意，涌嘅流向由北向南，但喺祠堂後面嗰段，涌底畫咗3個細細嘅圓圈，圈入面有交叉，似標記。亞爺喺旁邊寫咗2個字，沉位，即係話亞爺知道3個頭沉咗喺邊個位，但佢點解唔去撈？亞強諗咗一陣，突然明，亞爺唔識游水。佢記得亞爺從來唔去魚塘邊，唔去涌邊，連落雨時屋企門口浸水都要人背佢過。亞爺怕水，所以明知個頭喺邊，都落唔到手。但亞強唔怕水，佢後生時成日喺魚塘游水捉魚，水性好。佢將幅圖摺好，放入衫袋，聽日再去涌，搵另外2個頭。第2日天未光，亞強就起身，佢帶咗竹篙、鋤頭、1個大竹籮，仲有幾條綁繩。佢行過魚塘時天仲黑，月光未收，塘面有一層薄霧。佢望咗塘面一眼，見到霧入面有個影，矮細，似個人形企喺塘中間。佢停步，定神望多一眼，霧散咗，乜都冇。佢加快腳步行去祠堂後面嘅竹林，穿過竹林到涌邊，天開始光，東邊有魚肚白，涌面嘅青苔同水葫蘆睇得清清楚楚。佢除鞋落水，水涼到入骨，但佢慣咗。佢打開幅圖，對住涌嘅流向，搵沉位。亞爺畫嘅3個圓圈，一個喺涌嘅上游轉彎位，一個喺涌中間偏西，一個喺涌下游近竹林出口。亞強由上游開始摸，上游轉彎位嘅水比較深，去到佢心口。涌底有嚿大石，石邊積咗好多淤泥。佢用竹篙篤到石邊有硬物，彎腰摸到一個圓形嘅物件，表面黐滿螺殼同青苔。佢用力抄，將件嘢由泥度撬起，拎出水面，又係一個頭，同尋日嗰個差唔多大細，但呢個表面有裂紋。
額頭上冇黑痕，但左邊面頰有3條直線，似爪痕。亞強將個頭放入竹籮，繼續向下游摸，衝中間偏西嗰段水淺到大髀，佢用腳板掃沖底，掃到一件硬物，圓嘅滑嘅，佢彎腰摸。第3個頭，呢個頭保存得最好，表面光滑，五官清晰，隱約見到眼瞓嘅形狀，鼻梁高挺，嘴角微微向上，似喺度笑。額頭上有3道黑痕，同尋日嗰個一樣。3個頭齊晒。亞強企喺蔥中間，一手一個，竹籮入面仲有一個，3個石雕頭都濕漉漉，滴住水。佢望住佢哋，3個頭嘅表情各有不同。第一個模糊蝕損，第二個有裂紋，第3個大笑。佢心入面覺得呢3個頭未必係3翁，或者講3翁未必係3兄弟，可能係3個唔同嘅人，3個唔同嘅執念，被逼埋一齊，困喺同一間祠堂。佢將3個頭放入竹籮，上反岸，佢用3抹乾手腳，着反鞋，竹籮背上背，3個頭加埋唔算重，但佢覺得個籮好沉，沉到壓住佢心口。佢行返屋企途中，經過祠堂門口，祠堂入面突然有聲傳出，嘩啦一聲，似水由高處倒落地面。佢停步望入去，祠堂入面乜都冇，但地面濕咗一撻，水漬嘅形狀似個人攤開嘅影。亞強加快腳步返屋企，佢將3個頭擺喺台面，一字排開，尋日嗰個，今日上游嗰個，今日下游嗰個，3個頭都係石雕，但石質唔同。第一個偏灰，第二個偏黑，第3個偏白。額頭同面頰嘅黑痕，似係各自嘅記認。亞強諗起九叔公講過，3翁原本係3兄弟，姓李，冇名，人叫大翁、二翁、3翁。如果係咁，3個頭應該有標記，分別邊個係大佬，邊個係二哥，邊個係細佬，但佢分唔出。3個頭擺喺度，6個眼窩都望住佢，石頭嘅眼神好空，空到有啲似死魚眼。亞強將塊布冚上去，行出廳，唞大氣。佢諗起亞爺簿入面寫，將頭同鐵釘一齊燒化，3翁嘅地縛就解，但鐵釘已經拔晒，釘喺邊，佢記得好清楚。9枚釘拔咗出嚟之後，佢放喺祠堂牆角，但祠堂浸水之後，啲釘可能俾水沖走咗。佢第2日返去揾過，牆角得返爛泥同碎瓦。冇釘，冇釘，燒化乜嘢？亞強坐喺門口，望住魚塘，塘面有一隻水鳥企喺浮萍上面，低頭啄水，啄完抬頭，頸上有一圈白色嘅羽毛，似條頸鏈。亞強摸住自己條頸，白痕仲喺度，似舊時嘅疤。佢突然諗，9枚釘雖然拔咗，但釘入面嘅明同佢嘅血融埋一齊，佢嘅血就係釘，佢個人就係釘嘅延續。如果要燒化，可能要燒嘅唔係鐵釘，而係佢自己。佢打咗個冷戰，唔會。亞爺簿入面寫，將頭同鐵釘一齊燒化，冇寫過要燒人，可能只係要搵返啲釘。或者用其他嘢代替。佢諗起祠堂台底個凹槽，靈牌放過嗰度，凹槽邊緣有層褐色嘅跡，似血又似沙，嗰層跡可能就係釘嘅另一種形態。亞強決定今晚再去祠堂，帶3個頭去，試下將頭擺反台面。
睇下有咩反應。佢唔知會發生乜事，但佢覺得三翁嘅事要有個了結。佢唔想成世都帶住條白痕，唔想每一次照水都驚自己個頭消失。佢等到天黑，月光出咗之後，將三個頭放入竹籮，背上背，行去祠堂。今次佢冇之前咁驚，可能因為已經見過3次，麻木咗。佢側身入祠堂，將三個頭由竹籮拎出，一字排開擺喺八仙台面。三個頭擺好嗰一刻，祠堂入面嘅溫度就降。亞強呼出白霧，明明係夏夜。佢退後一步，望住台面，三個石雕頭嘅眼窩，同時滲出水珠，水珠沿住面頰流落台面，匯成3條細細嘅水線，水線流到台邊，滴落地磚，滴滴滴，就係佢喺床底聽到嗰個聲。亞強企喺度，冇喐。佢由衫袋摸出3支香，點着，插喺台面嘅泥隙度，香煙升起，喺月光照到嘅光柱入面打轉，似3條白色嘅蛇。佢合埋眼，低聲講：3位，頭我搵返嚟，釘我拔咗，牛我代你哋收咗，夠啦，散啦。祠堂入面靜過水，亞強睜開眼，見到三個頭嘅眼窩入面嘅水珠停咗，唔再流。台面嘅香燒到一半，突然同時熄滅，3縷煙向上直升，升到瓦頂破洞，飄出夜空。祠堂入面嘅溫度慢慢回升，亞強呼出嘅氣再冇白霧。佢企喺祠堂，等咗一陣，乜都冇再發生。3把酸枝椅冇喐。台面冇排反轉，冇聲冇影。佢將三個頭收返入竹籮，行出祠堂，返到屋企。佢將3個頭擺喺灶頭，諗住聽日搵個地方埋咗佢，或者燒咗佢。但佢瞓覺之前，行過灶頭，望多一眼3個頭，見到中間嗰個，大笑嗰個。嘴角嘅弧度好似大咗少少，似笑多咗。亞強冇理，返房瞓覺。呢晚佢瞓得好好，一覺到天光，冇聲冇夢。起身時佢摸自己條頸，白痕淡到幾乎睇唔到，似一條淺淺嘅線，似鉛筆畫完之後擦過嘅痕。佢企喺門口，望住魚塘，塘面平靜。陽光普照，佢由衫袋摸出塊靈牌，佢尋晚由祠堂台底攞返嚟嘅，牌上啲血字已經乾到變啡，模糊到睇唔清。佢將塊牌擺喺灶頭旁邊，同3個頭一齊，諗住擇日一次過處理。但佢冇留意到3個頭嘅位置，喺佢瞓覺嗰晚有咗變化。原本一字排開，而家變成品字形。3個頭嘅面向都轉向佢間房嘅門口，中間嗰個大笑嘅頭，嘴角嘅弧度又大咗少少，似由微笑變成咧嘴。亞強起身嗰陣，天已大光，佢行出廳，習慣性望灶頭一眼。嗰3個頭正正係3個頭。擺成品字形，面向佢間房。佢企喺度，心跳漏咗一拍。尋晚佢明明擺一字排開，3個頭面向灶台，點解會變成咁？佢周圍望，屋入面冇人，門窗閂實，地上冇腳印。佢行埋灶頭，望住中間嗰個大笑嘅頭，嘴角嘅弧度比尋晚大。似由微笑變成咧嘴，露出唔存在嘅牙齒。亞強退後一步，伸手摸自己條頸，白痕仲喺度，但摸落去有陣微熱，似發緊燒。佢吞咗啖口水，諗
可能自己記錯，可能尋晚擺嘅時候就係品字形，冇為意。佢咁樣同自己講，但心入面唔信。佢將三個頭重新擺反一字排開，面向灶台，然後行出屋，鎖門，去咗幫人醫牛。成個上晝佢都心神恍惚，幫西岸村嘅一戶人睇牛乸。隻牛乸有咗，肚好大。佢摸胎位嗰陣手震。牛主問佢係咪有事，佢話冇事，只係尋晚瞓唔好。牛主留佢食晏，佢食咗2啖就放下筷子，話要返屋企。返到屋企，開門，行去灶頭，三個頭又變成品字形，面向佢間房。亞強今次確定自己冇記錯，佢企喺灶頭前面，望住三個石雕頭，心入面嘅涼意由背脊升上後腦。佢諗起祠堂入面嘅事，諗起靈牌上啲血字，諗起九叔公講過嘅三翁係地縛之靈，離唔開呢間祠堂。但而家呢三個頭喺佢屋企，佢哋離開咗祠堂，仲識得自己轉位，即係話地縛已經唔存在，祠堂嘅地基俾佢破壞咗，三翁嘅靈可能已經由祠堂轉移到呢三個頭入面。佢諗起阿爺簿入面寫過一句，三翁非神非鬼，乃地縛之靈。但佢而家諗，可能唔止地縛咁簡單。三個頭本來就係三翁嘅一部分，佢哋嘅金身俾水沖走之後，靈可能一直留喺頭入面，等有人將佢哋撈起，帶返祠堂，重新安放。但亞強將佢哋帶返自己屋企，仲擺喺灶頭。灶頭係屋企最旺嘅地方，日日燒火煮食，陽氣最重。對陰靈嚟講，呢個地方可能好似火爐咁難頂，所以佢哋要轉位，轉向亞強間房，即係屋企最靜、最陰嘅角落。亞強想將三個頭搬走，但搬去邊？祠堂嘅地基已經浸爛咗，放返入去都冇用，埋咗佢。但埋咗可能更麻煩，地底嘅嘢隨時會生返出嚟，燒咗佢。阿爺簿入面寫，將頭同鐵釘一齊燒化，但鐵釘唔見咗，淨燒頭。佢唔知會發生咩事。佢坐喺廳度，望住三個頭，諗咗成個下晝。太陽由中天移到西山，斜陽照入屋，照到三個頭嘅表面，石頭嘅紋理喺光影下變得好清晰。佢發現一個之前冇留意嘅細節，三個頭嘅底部都有一個細細嘅凹孔，圓嘅，似用鑽出嚟。孔入面有殘留嘅黑色物質，似舊時嘅膠或者蠟。亞強拎起中間嗰個頭，反轉望個凹孔。孔嘅深度約莫一節手指，直徑同佢尾指差唔多。佢諗起9枚鐵釘嘅釘頭都有黑字，釘頭嘅大小同呢個凹孔好似差唔多。佢突然有個大膽嘅諗法，三個頭嘅底部凹孔可能就係用嚟插鐵釘嘅，將釘插返入頭底，再將頭放返去某個位置，先至係完整嘅安放。阿爺簿入面寫，將頭同鐵釘一齊燒化，可能意思係要將釘插返入頭，再成個燒，咁先可以將三翁嘅靈完全化解。但釘喺邊？亞強由屋角抄返之前用過嘅鐵撬同鋤頭，佢決定再去祠堂，掘地3尺都要揾返啲釘。佢帶住架生，行去祠堂。祠堂嘅水已經退晒，地面乾咗，龜裂嘅黃泥踩落去碎成粉，
佢喺之前拔釘嘅位置開始掘，掘咗半個鐘，掘到半尺深，見到泥入面有鏽跡，佢用手撥開，係一枚釘，但鏽到變形，釘頭嘅字蝕到睇唔清，佢繼續掘，掘到第二枚、第三枚、9枚釘，全部喺原地，只係被泥埋住。佢之前以為俾水沖走，原來只係沉咗落泥底。佢將9枚釘逐枚挖出，用布抹乾淨。釘身鏽蝕嚴重，但釘頭嘅字隱約可辨，大2、3大2、3，重複3次。9枚釘，3個頭，每個頭3枚。佢將釘放入袋，返屋企。返到屋企，天已入黑。佢開着燈，將3個頭擺喺台面，將9枚釘擺喺旁邊。佢拎起中間嗰個頭，反轉，揀咗3枚黑3字嘅釘，逐支插入頭底嘅凹孔。第一支插入去，啱啱好，釘頭同頭底平齊。第二支、第三支，3支插晒，個頭底部多咗3個鐵釘露出嘅頭，似3隻腳。佢將個頭放反台面，頭穩咗好多，唔再碌來碌去。佢跟住將另外2個頭都插上釘，大翁嘅頭插3枚大字釘，二翁嘅頭插3枚2字釘。3個頭都插好之後，佢退後一步，望住台面3個頭，突然覺得佢哋實咗好多，似由一件擺設變咗一個完整嘅物件，有咗重量，有咗存在感。佢將3個頭拎去灶頭，準備燒，但佢猶豫，燒完之後，啲煙會飄去邊，啲灰會留喺邊。如果3翁嘅靈真係喺頭入面，燒嘅過程會唔會釋放佢哋出嚟，搞到更大鑊？佢諗起阿耶寶入面寫嘅燒化，即係要燒到化晒，變灰變煙，乜都唔剩。但要用幾大火，燒幾耐，燒嗰陣要唔要念嘢？佢企喺灶頭前面，拎起一紮柴，點着火，放入灶堂，火燒起嚟。佢將第一個頭，大翁嘅頭，放入灶堂，火舌舐住石頭，發出吱吱聲，石頭表面嘅青苔同泥垢燒到發黑，裂開。阿強企喺度望住，火光照到佢塊面，熱辣辣。佢見到石頭喺火入面變色，由灰變紅，由紅變白，裂紋擴大，一塊一塊剝落。然後佢聞到一陣味，唔係燒石頭嘅味，係一種佢聞過嘅味，舊紙幣嘅鹽味，同牛絲心口乳黑嗰陣味一模一樣。煙由灶堂湧出，唔係普通嘅白煙，係灰黑色嘅濃煙，帶住嗰陣鹽味，充滿成間屋。阿強窗到嗨，佢打開窗，煙湧出窗口，飄向魚塘。佢望住煙飄走嘅方向，見到煙喺月光下盤旋，似一條蛇，慢慢散開，融入夜色。佢燒第2個頭。火燒到最猛嗰陣，灶堂入面傳出啪一聲，似有嘢爆開。阿強退後一步，見到灶堂入面有火光一閃，然後第2陣煙湧出。呢次嘅煙帶住陣糯米味，熟糯米嘅甜香，混埋啲焦苦。阿強掩鼻，開大個窗，煙湧出去，飄向祠堂方向。第3個頭，大少嗰個，阿強將佢放入灶堂之前，望多一眼，個頭嘅嘴角好似又揚高咗少少，似笑到露出牙肉。佢將頭掟入火，火燒到石頭表面，卜卜聲裂開。第3陣煙湧出，呢次係一陣乳腥味，濃到似成籮魚喺度曬。阿強嗆到流眼淚。佢行出廳，
企喺門口唞氣，等啲煙散，煙由窗口湧出，飄向魚塘。三股煙喺塘面上空匯合，盤旋成一個圈，圈入面有月光照落，似一面鏡。亞強望住塘面，見到煙圈慢慢散開，化成一縷縷細絲，沉落水面。水面泛起漣漪，一圈一圈向外擴，似有魚喺水底打挺。佢企喺門口等咗好耐，等到煙散晒，等到灶堂入面嘅火熄咗，等到成間屋再冇嗰三陣味，佢行入灶間，打開灶堂，入面剩低一灘灰白色嘅粉末，似石灰又似骨灰。佢用鏟將啲灰鏟起，裝入一個瓦罌，蓋好蓋，拎出屋外。佢企喺魚塘邊，月光照落塘面，平靜，冇煙，冇味。佢揭開瓦罌蓋，將啲灰倒落魚塘，灰落入水，散開，沉底。水面嘅月光碎成一片片銀色嘅輪，然後慢慢聚返一齊，恢復平靜。亞強企喺塘邊，望住自己個倒影，佢頸上條白痕，呢次真係消失咗，摸落去光滑，冇痕冇跡，心口冇淤黑，額頭冇汗，手冇震，一切正常，正常到有啲唔真實。佢返入屋，閂門，熄燈，瞓覺。呢晚佢瞓得好好，冇夢冇聲，但第二朝起身，佢行出廳，見到灶頭上面，佢尋晚明明清空晒嘅灶頭，有3支香插喺灶台嘅泥縫入面，香已經燒到盡，剩低3節短短嘅香腳，灰白色嘅香灰灑落灶面，排成3個字。亞強望住嗰3個字，心入面涼到好似浸咗落冰水。3個字係多謝你。亞強望住灶頭上面3支燒盡嘅香腳同3隻字，企喺嗰度成5分鐘冇喐。佢唔知應該驚定係應該放心。三翁話多謝你，即係佢哋接受咗佢做嘅事，願意散去。但3支香點嚟嘅？佢尋晚閂咗門窗，屋入面冇其他人。3支香自己着，自己燒，自己成灰，仲用灰寫字。呢啲嘢唔係人做到嘅，係三翁留低嘅最後訊息。亞強將香腳執起，連埋嗰堆灰掃入垃圾鏟，拎出屋外倒咗。佢唔想留低任何嘢，一啲都唔想。之後幾日，亞強過得好平靜，佢幫人醫牛、食飯、瞓覺，日子同以前一樣。佢經過祠堂門口會加快腳步，唔望入去。佢行過魚塘會望水面，但倒影正常。佢自己個頭好端端喺頸上，佢以為一切已經完結。但完結嘅嘢，有時會自己返嚟。嗰日係農曆7月14，鬼節，7條村都有燒衣嘅習慣。村民喺門口燒溪錢、燒衣紙，煙霧彌漫，成條村都係紙灰味。亞強冇燒，佢一個人喺屋企食晚飯，食完坐喺廳睇電視，電視收唔到台，得雪花。佢都照睇，雪花畫面睇耐咗，佢開始見到畫面入面有啲影，似人形，又似樹影。佢熄咗電視，上床瞓覺。半夜，佢俾聲嘈醒，係敲門聲，落落落，好輕，似有人用指節敲木門。佢起身，着燈，行去門口，隔住門問邊個，冇人應。敲門聲又響，呢次重手少少，似用拳頭。邊個？亞強再問，仍然冇人應。佢由門罅望出去，月光照到門口空地，冇人。佢開門，
門口地上有個紅包，利是封嗰種，但紅色暗碼，似浸過水。佢執起紅包，打開，入面冇錢，有一張黃紙，紙上寫住一個字，債，字跡佢認得，同令牌上啲血字一模一樣。亞強將紅包擺喺台面，坐低，心跳得好快。佢諗，三翁已經散咗，頭燒咗，灰倒咗，釘都燒埋，點解仲有嘢？佢再睇張黃紙，紙質好薄，邊緣有燒過嘅痕，似由邊度撕落嚟。佢反轉張紙，背面有幾行細字，寫得好密。佢要就住燈光先睇得清。陳氏代獻七牛，牛盡，牌歸祠，釘拔頭化，三翁散，言三翁之債，非三翁所欠，乃合兄虛之債。三翁只係代收者，債主另有其人。債主未收足數，故以紅包示警。7日之內，債主將親臨。亞強手震，原來三翁只係中間人，真正要收嘢嘅係另一個。佢諗起九叔公講過，三翁原本係草鞋商，來往兩廣販運藥材，但後嚟有人話佢哋走私鴉片。如果三翁真係走私鴉片，咁佢哋嘅債可能就係鴉片嘅債，賣鴉片害人，啲人嘅命就係債。三翁死咗之後，啲債收唔返，就由佢哋嘅靈繼續收。而家三翁散咗，債主出唔到聲，所以由真正嘅債主現身。佢將張黃紙收好，熄燈，但瞓唔着。佢坐喺床頭，望住窗外月光，月光照落魚塘，塘面平靜。但亞強見到水面中間有個黑影，唔係樹影，唔係人影，而係一個圓形嘅影，似一個頭浮喺水面。佢行出廳，由窗口望出去，塘面嗰個圓形黑影仲喺度，月光照到佢，隱約見到五官嘅輪廓，額頭、眼窩、鼻梁、嘴唇，似一個浮喺水嘅人頭，但人頭冇喐，只係浮喺塘中間，面向亞強間屋。亞強企喺窗口望住個頭，心入面數住自己嘅心跳。佢諗，呢個就係債主一個頭，但三翁嘅頭已經燒晒，呢個又係邊個嘅頭？佢由屋角攞起支電筒，開門行出屋，行到魚塘邊，電筒光照向塘中間，見到嗰個圓形黑影，竟然係一塊浮木。木頭嘅形狀似個人頭，有眼有鼻有嘴，但係木頭，唔係石頭，唔係真人頭。亞強鬆咗口氣，以為只係舊木頭浮起嚟，但佢再望多一眼，見到木頭嘅額頭上面有3道淺淺嘅黑痕，同三翁個頭上面嗰3道一模一樣。佢用竹篙將舊木頭撩返岸邊，拎起嚟睇，木頭好輕，似浮木，表面有被水浸到發黑嘅痕跡。額頭3道黑痕係人工刻嘅，刻得唔深，但清楚。佢將木頭反轉，底部有一個凹孔，同石雕頭嗰個一樣，但凹孔入面有嘢，一截黃色嘅紙，捲成細細嘅卷，塞喺孔入面。佢用手指鉗出嚟，打開，紙上面寫咗一行字，墨跡褪到差啲睇唔到，但隱約認得出。合興墟，咸豐7年，火燭，37口。亞強記得好清楚，三翁嘅事，鄉民傳係火燭燒死3兄弟連家眷30幾口，但紙上面寫嘅係37口。3兄弟加埋家眷，鄉民傳說係30幾，但冇人講過確實數字。
如果係37，即係除咗三兄弟同佢哋屋企人，仲有其他人死喺嗰場火，嗰啲其他人可能就係真正嘅債主。佢將木頭同王子拎返屋企，擺喺台面。佢坐喺度望住舊木頭，木頭嘅形狀越望越似一個頭，額頭嘅黑痕喺燈光下變得好深，似3條黑色嘅傷口。佢諗起阿爺簿入面寫過，三翁嘅金身跌咗落河，個頭碌咗入水，但金身可能唔止3個，可能37個，37個頭沉喺河底。咁多年，一個一個浮返上嚟，佢由木箱底抄返阿爺本簿，揭到最尾幾頁，有段佢之前冇仔細睇。合興墟火燭，死37人，三翁兄弟3人，連同伙計、家眷、住客，共37。三翁死後，鄉民立祠供奉，實則係安撫37條亡魂。三翁為首，其餘為從。三翁散，從者未散，從者沉於河底，待時移動。阿強合埋簿，望住窗外，魚塘水面平靜，月光照落去，佢隱約見到塘底有好多個圓形嘅黑影，一個一個，密密麻麻，似一堆人頭沉喺水底。望住上面，7日之內，債主親臨。而家係第一晚，第2日，阿強天未光就醒，佢冇瞓過，成晚坐喺廳，望住台面嗰嚿木頭同張王子，耳邊一直有細細嘅水聲，似有水滴由高處跌落地面，滴滴滴。但佢檢查過屋入面所有水龍頭同水管，冇漏水。個聲由魚塘嗰邊傳來，穿過牆壁，穿過窗戶，入到佢耳仔。天光之後，水聲停咗。阿強起身，開門，行去魚塘邊。塘面同平時一樣，浮平，水草，幾條魷魚，陽光曬落去，水面泛金。佢望咗一陣，冇見到尋晚嗰啲圓形黑影。可能只係燈光嘅錯覺，佢咁同自己講，但佢知道唔係。佢行去榕樹頭，坤叔已經喺度沖茶。阿強坐低問坤叔：合興墟場火燭，你知唔知詳情？坤叔斟咗杯茶俾佢。咁耐嘅事，我阿爺都未出世，淨係聽人講過。話嗰晚好大火，燒咗半條墟，死咗好多人。後來鄉民將屍體收埋喺墟市後面嘅亂葬崗，即係而家祠堂嗰邊。你點解又問？阿強有冇聽過37個？坤叔諗咗陣，37，我記得有人講過，話三兄弟屋企嗰晚有37個人。包括伙計、煮飯嘅、住客，仲有幾個行商借宿，全部燒死晒，冇一個走得甩。有人話係仇家放火，有人話係三兄弟自己點着嘅，話佢哋走私鴉片俾人查，博燒咗間屋毀屍滅跡。但邊個講嘅都係估，冇人證實。阿強飲完杯茶，多謝坤叔。返屋企，佢一路行一路諗，37條命，三翁只係其中3個，其餘34個係伙計、家眷、住客。佢哋嘅冤屈可能比三翁更深。三翁係主，佢哋係從，主散咗，從未散。佢哋沉喺河底咁多年，等嘅可能就係一個機會。三翁嘅束縛解除，佢哋就浮返上嚟。佢返到屋企，將舊木頭同王子擺好，由木箱底抄返本簿，揭到最後，阿爺喺簿尾寫咗幾句，似係臨終前加嘅。
三翁散，從者必現，從者無名無姓，只知係火燭淵雲。若要安之，須知其名。名者，火燭前之姓名。37人，皆有名有姓，在於合興虛戶籍冊。冊在虛長之手，虛長後，冊不知所終。戶籍冊。亞強諗起九叔公，佢就係合興虛最後一個虛長嘅孫。九叔公死前俾咗個木盒佢，入面有地契同書信，佢未仔細睇過。佢由櫃頂攞返個木盒，打開，將入面所有紙張拎出嚟，逐張睇。地契係合興虛嘅地契，書信係九叔公同阿爺之間嘅往來。最後有一沓發黃嘅紙，釘埋一齊，封面寫住合興虛戶口清冊。亞強手震震揭開，冊入面用毛筆記錄咗合興虛所有住戶嘅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密密麻麻幾十頁。佢由第一頁開始睇，睇到中間，見到一頁嘅標題寫住咸豐7年。李氏宅，李氏宅就係三兄弟間大屋。冊入面記錄咗李氏宅嘅所有人口。李大有大翁，李有二翁，李有三翁，然後係佢哋嘅妻室、子女、伙計、煮飯婆、車夫、馬夫、住客，逐個有名有姓，總共37人。亞強逐個名睇。伙計叫陳四、黃九、劉全，煮飯婆叫周媽，車夫叫亞福，住客有幾個外省嘅，黃明德、趙世昌、錢興，佢哋嘅名一個一個清清楚楚寫喺冊上面。37人，37個名，佢將37個名抄落一張白紙，抄完之後，坐喺度望住嗰張名單，佢諗，三翁嘅頭燒咗，零散咗，但呢37個名仲喺度，佢哋嘅冤屈仲未解。黃紙上面寫，債主未收足數，即係37條命嘅債，仲欠住。三翁只係代收，收嘅牛同印，可能只係三翁自己嘅債。其餘34人嘅債，冇人收過。佢由灶頭拎起嗰嚿木頭，額頭有3道黑痕嗰嚿，佢將木頭反轉，睇底部嗰個凹孔，孔入面嘅黃紙已經俾佢鉗咗出嚟，但孔入面仲有啲黑色嘅殘留物，似燒過嘅紙灰。佢用手指撩少少出嚟，聞下。有陣舊紙幣嘅染味，同三翁嘅味一樣，但淡好多。佢將木頭擺喺台面，對住張名單，心入面諗：如果要安呢37個從者，可能要做嘅嘢同三翁一樣，要逐個名同逐個頭對應消化。但37個頭，佢得一個。其餘36個仲喺河底，佢要落水揾，但要揾幾耐？7日之內，得返6日。佢決定先由涌開始。佢帶齊架生，行去祠堂後面嘅竹林，到咗涌邊。今次涌水比以前濁，似有人啱啱搞過，水面浮住一層泥漿。佢除鞋落水，水涼到刺骨。明明係夏天，佢用竹篙篤涌底，篤到硬物就彎腰摸到爛瓦、碎磚、破碗、爛鞋，但冇頭。佢喺上游轉彎位摸勻，冇；下游近竹林出口都冇。中間偏西嗰段，佢之前撈到2個頭嗰度，而家淨係摸到泥同碎石。佢企喺涌中間，成身濕晒。心入面開始急，37個頭，佢得一個，其餘嘅可能已經唔喺呢條涌。佢諗起魚塘，諗起嗰晚見到嘅圓形黑影，密密麻麻，
沉喺塘底。佢上返岸，行返屋企，企喺魚塘邊，塘水比沖水清，望得見水底嘅水草同石頭。阿強由屋企攞出一個大竹籮同一條長繩，將繩綁喺自己腰間，另一頭綁喺岸邊嘅榕樹頭。佢除衫除褲，只着一條底褲，慢慢行落魚塘。水涼，但唔算凍。佢潛入水，睜大眼，塘水大黃，但日光由水面照落，勉強睇到水底。佢見到水草之間有好多圓形嘅物件，一個一個半埋喺淤泥入面。佢游過去，伸手摸到一個圓形嘅硬物，摷起，係一個石雕頭，同三翁嗰三個差唔多大細，但呢個頭嘅表情唔同，似驚恐，眼窩睜大，嘴張開。佢將個頭放入竹籮，繼續摸，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每一個都係石雕頭，每一個表情都唔同，有嘅痛苦，有嘅茫然，有嘅憤怒，有嘅哭喪。佢喺水底摸咗成個鐘，摸到20幾個頭，竹籮裝到滿。佢上返水面唞氣，將竹籮拖上岸。佢坐喺岸邊喘氣，望住竹籮入面一堆石雕頭，全部濕漉漉，全部表情猙獰。佢數過24個，加埋之前嗰3個同舊木頭，即係28個，仲欠9個。佢再落水，潛到塘中心，塘中心嘅水比較深，去到佢個頭頂。佢要閉氣潛落底。塘底有層厚厚嘅淤泥，佢用手撥開泥，摸到底下硬嘅地面，地面有坑，坑入面又有圓形嘅物件。佢逐個摷，逐個摸，又摸到9個頭，全部細過之前嗰啲，似細路仔嘅頭。佢將最後9個頭都拎上岸，連埋之前嗰批，排開喺岸邊草地。37個頭，一個唔少。佢逐個望，逐個數，心入面對住名單嗰37個名，佢認唔出邊個係邊個，但佢知道每一個頭都有一個名，每一個名都有一條命。佢將37個頭用竹籮分幾次搬返屋企，擺滿咗成個廳，灶頭、台面、地下，全部係石雕頭。全部眼窩望住阿強，佢企喺廳中間，周圍都係頭，密密麻麻，似一個墟市。佢由衫袋摸出嗰張名單，逐個名讀出嚟：李大有、李有二、李有三、陳四、黃九、劉全、周媽、亞福、黃明德、趙世昌、錢興。佢讀到一半，見到廳入面啲頭嘅眼窩，同時滲出水珠，水珠沿住石頭面頰流落，滴落地磚，匯成細細嘅水線，全部流向佢企嘅位置。佢企喺水線匯聚嘅中心，腳下濕咗一撻，似企喺一個水凼入面。佢讀完37個名，合埋張紙，望住周圍啲頭。佢諗起阿爺簿入面寫，若要安之，須知其名。佢已經知道晒37個名，但之後呢？但燒之前，要唔要將佢哋同釘結合？三翁嗰3個頭有釘，但其餘34個冇釘。佢由屋角攞返之前燒剩嘅釘灰，9枚釘燒完之後嘅灰。佢用瓦罌裝住，佢將釘灰撒喺每一個頭嘅額頭，撒完之後，佢企喺廳中間，點着3支香，插喺灶台嘅泥縫，香煙升起，喺廳入面盤旋，穿過37個頭之間嘅空隙，似一條白色嘅蛇，游走於頭顱之間。佢合埋眼，
低聲講：37位，名我已知，頭我已尋，釘灰已撒，你哋嘅債，三翁以待收，牛以待獻，印以待成，你哋可以散啦。廳入面靜咗一陣，然後亞強聽到聲，好多聲，細細碎碎，似好多人喺度耳語，聽唔清講乜，但語氣平和，唔似憤怒，似道別。佢睜開眼，見到37個頭嘅眼窩入面嘅水珠同時停咗，唔再流，香煙散開，融入空氣，消失。佢將37個頭逐個搬出屋，擺喺魚塘邊，一字排開。佢企喺佢哋前面，月光照落嚟，照到37個石雕頭嘅表面，石頭嘅紋理喺月光下閃閃生光，似37張臉，望向同一方向，祠堂嘅方向。亞強返入屋，閂門。佢知聽日要將呢37個頭消化，但今晚佢想唞一唞。佢瞓喺床，合埋眼，耳邊再冇水聲，再冇耳語，得反風吹過魚塘嘅聲音，同遠處幾聲狗吠。佢瞓着之前，隱約聽到外面有人唱緊歌，舊時嘅歌，聽唔清歌詞，但曲調好熟。似佢阿爺以前成日哼嗰首。佢笑咗一下，然後沉沉睡去。第二日天光，亞強起身嗰陣覺得成身散晒。尋日潛水潛得耐，手腳嘅肌肉痛到似俾人揼過。佢行出廳，隔住窗望出去，魚塘邊37個頭仲喺度，一字排開。月光退咗，日光照落去。石頭表面嘅水珠已經乾咗，變反灰白。佢煮咗壺茶，坐喺門口飲，望住嗰排頭，心入面諗點樣燒。37個頭，唔係3個，燒嘅時間同火力都要多好多。佢個做得1個堂，一次最多燒2個，37個要燒10幾轉，燒足成日。仲有啲煙，上次燒3個頭已經搞到成間屋係煙，37個燒起上嚟，啲煙可能濃到會焗死人。佢諗咗一陣，決定唔喺屋企燒，搬去祠堂空地燒，嗰度空曠，啲煙散得快。佢將37個頭分批搬去祠堂前面嘅空地，用磚砌咗個臨時嘅爐。爐口夠大，可以一次放5、6個頭。佢由屋企搬咗幾擔柴過去，又帶咗幾罌火水，準備好晒。已經係下晝，太陽開始偏西，斜陽照到祠堂嘅爛牆，拖出長長嘅影。佢點着火，將第一批頭放入爐，火燒起嚟，石頭喺火入面爆裂，發出卜卜聲。煙由爐口湧出，灰色嘅濃煙，帶住一陣焦味同煙味。亞強企喺爐邊，用鐵通撥火，煙嗆到佢嗨，但佢冇退開。佢由衫袋摸出張名單，逐個名讀，讀完一個，就撥一個頭入火心。第一批燒完，佢將灰鏟出，裝入瓦罌，然後燒第二批。燒到第3批嗰陣，太陽已經落到山邊，天色變橙紅，祠堂嘅影拉得更長，覆蓋咗大半個空地。亞強企喺爐邊，汗流浹背，面上沾滿灰。佢讀名單嘅聲開始沙啞，但佢繼續讀：黃明德、趙世昌、錢興、孫義、周大妹。讀到一個名叫亞英嘅時候，爐入面嘅火突然跳咗一下，一個頭嘅眼窩爆開，射出2粒火星，似2粒眼珠彈出，跌落火心，燒成灰。亞強停咗一下，然後繼續讀。佢讀到最後一個名，李小妹。
三翁嘅細女，死嗰年先得7歲。佢讀完個名，爐入面最後一個頭裂開，石頭碎成幾塊，露出入面一個細細嘅空洞，似一個小小嘅心臟空咗，火燒到空洞嘅邊緣，發出嘶一聲，然後成個爐嘅火突然猛咗，橙紅色嘅火焰變成藍白色，熱到阿強要退後幾步。藍白色嘅火燒咗一陣，慢慢變反橙紅，然後熄滅，爐入面剩低一灘灰，白到似雪。阿強等爐凍咗少少，將灰鏟出，裝入瓦罌，37個頭嘅灰，裝滿咗3個瓦罌。佢將3個瓦罌搬去魚塘邊，揭開蓋，逐個倒落塘，灰落入水，散開，水面泛起一層白蒙蒙嘅霧，霧升到半空，盤旋一陣，然後散入晚風。阿強企喺塘邊，望住霧散嘅方向，祠堂嗰邊，佢見到祠堂嘅瓦頂喺霧色入面，突然亮咗一下，似有燈火閃過，然後又暗返。佢返屋企，沖涼，換衫，坐喺廳度食飯。食完飯，佢拎起嗰嚿木頭，37個頭入面唯一嘅木頭，擺喺台面。佢本來想將佢一齊燒，但燒之前佢想再睇清楚。舊木頭額頭有3道黑痕，底部有凹孔，孔入面有紙灰殘留。佢將木頭反轉，用手電筒照凹孔入面，見到孔壁有啲細細嘅黑字，好淺，要用放大鏡先睇到。佢揾到一個舊放大鏡，照住孔壁，逐個字認：李大有、李有二、李有三、陳四、黃九、劉全、周媽、亞福、黃明德、趙世昌、錢興，37個名，全部刻喺孔壁入面，密密麻麻。呢嚿木頭就係37個名嘅總目錄。三翁嘅頭燒咗，松姐嘅頭燒咗，但呢嚿木頭仲喺度，命仲喺度。阿強諗，或者要連呢嚿木頭都燒埋，先算真正完結。佢將木頭拎去灶頭，放入灶堂，點火，木頭燒起嚟，發出黃色嘅火光，木面嘅黑痕喺火入面變黑，然後消失。佢聞到一陣木香，混住一陣淡淡嘅藥材味，可能係舊時啲貨物嘅味。三翁販運藥材，間屋入面長期有藥材味，燒咗之後嗰陣味就留咗喺木頭入面。火燒到最旺嗰陣，木頭裂開，入面有細細嘅火星爆出，似煙花，一粒一粒，散入灶堂，然後熄滅。木頭燒完，剩低一灘灰。阿強將灰鏟出，裝入一個細瓦罌。佢冇將灰倒落魚塘，而係攞去祠堂，撒喺祠堂門口嘅泥地。撒完之後，佢企喺祠堂前面，望住間爛祠堂，瓦頂穿窿，牆身剝落，門得翻半扇，但月光照到佢，覺得間祠堂比之前細咗、矮咗、舊咗，似一個老人坐喺度，終於可以瞓。佢返屋企，閂門，熄燈，瞓落床嗰陣，佢摸自己條頸，白痕已經完全消失，摸落光滑，似從來冇出現過。心口冇淤黑，手指冇麻痹，耳邊冇水聲，冇耳語，冇歌聲，一切靜到似呢個地方從來冇發生過任何事。但佢知道有。佢合埋眼，諗起嗰37個名，諗起佢讀每一個名嗰陣，爐入面火嘅變化。佢諗起阿爺本簿入面最後一句，強兒，
若你讀到呢度，即係你已承擔一切。阿爺對你唔住，但阿爺冇得揀，你亦冇得揀。呢個就係陳家嘅命。佢以前唔明阿爺講乜，而家明晒。佢瞓着之前，隱約聽到祠堂方向傳來一陣風聲，風聲入面有細細嘅人聲，唔係耳語，係唱緊歌，舊時嘅歌，曲調同佢阿爺哼嗰首一樣，但今次佢聽到歌詞，合興墟，合興墟，火燭燒咗半條墟，有頭嘅走甩，冇頭嘅留低。佢聽完最後一句，笑咗一下，然後沉沉睡去。第二朝起身，阿強打開門，陽光曬到塊面，暖粒粒。佢行出屋，企喺魚塘邊，塘水清到見底，水草、石頭、魷魚，乜都清清楚楚，再冇圓形黑影。佢行去祠堂，祠堂門口嘅灰已經俾風吹散，剩低一灘淺淺嘅白色痕跡，似舊時畫嘅界線。佢行入祠堂，三把酸枝椅已經爛到散晒，台面嘅麻雀牌唔見晒，得返一個空嘅八仙台，台面鋪滿塵。佢由衫袋摸出一樣嘢，三翁嗰三支香腳，佢之前執起，一直擺喺衫袋。佢將三支香腳擺喺台面，對住空咗嘅祠堂，低聲講：完啦，三位，你哋可以真正走啦。佢轉身行出祠堂，陽光由瓦頂破洞照落佢背脊，暖嘅。佢行返屋企途中，經過榕樹頭，坤叔仲喺度沖茶。坤叔見佢，叫住佢：阿強，今日咁好面色，有咩好事？阿強笑：冇，瞓得好。坤叔斟咗杯茶俾佢。你阿爺以前都成日話瞓得好就係好事，後生仔好好瞓。阿強飲完杯茶，多謝坤叔。返屋企，佢企喺門口，望住魚塘、祠堂、竹林、涌，呢度係佢出世嘅地方，佢大嘅地方。佢老豆同阿爺都喺呢度過世。佢以前覺得呢個地方好細、好靜、好悶，但而家佢覺得呢個地方有佢嘅命，有佢嘅根。佢關埋門，開始新嘅一日。阿強關埋門，將衫袋入面最後一樣嘢拎出嚟，係佢阿爺嗰塊靈牌，牌上啲血字已經填到褪晒色，得返淺淺嘅啡痕，但黑漆金字嘅顯考陳公偉是榮之靈位仲清楚。佢拎住塊牌，行去祠堂後面嘅竹林，行到涌邊，涌水比之前清咗好多，望得見水底嘅石仔同泥沙。佢蹲低，將靈牌放喺涌邊一塊平石上面，然後由袋入面摸出三支新香，點着，插喺靈牌前嘅泥地，香煙升起，喺竹林入面散開。佢跪低，對住塊靈牌，叩咗三個頭。阿爺，你交代嘅事，我做晒啦。三翁散咗，從者散咗，37個名我讀晒，頭我燒晒，灰我倒晒，牛以後唔使再獻，印以後唔會再有，你可以安心。佢起身，將靈牌拎起，望多一眼，牌背嘅沙字已經完全褪色，得返木板嘅原色。佢將靈牌放入沖水，牌浮喺水面，隨水流慢慢向下游飄去。佢企喺涌邊，望住塊牌越飄越遠，穿過竹林嘅空隙，消失喺轉彎位。佢返屋企，行過魚塘邊，塘水清到見底，陽光曬落水面，金光閃閃。佢停低，彎腰照自己個倒影，倒影入面嘅佢有頭有頸，
有心口，一切正常。佢笑咗一下，對住倒影講：掂啦，冇事啦。佢直起身，繼續行。身後魚塘嘅水面上，有一個細細嘅圓形黑影由水底浮起，浮到水面，停咗一下，然後又慢慢沉返落去，似一個頭，又似一塊石頭，又似一片落葉。但阿強冇回頭，佢行入屋，關埋門，開始煮飯。祠堂入面，八仙台上面3支香腳，唔知幾時已經消失咗，台面得返一層薄薄嘅灰塵，同一個淺淺嘅凹痕，似有嘢擺過喺度，又似從來冇擺過。